呢個世代係數碼世代，我哋唔用佢咧，其實係學生蝕底。機械人係可以引導我哋去唔同嘅地方，同埋介紹我哋女小唔同校園嗰啲活動咯。喺禮堂入邊嘅，即係做清潔同埋消毒嘅。喺地下都有一個嘅，嗰個就係導遊嚟嘅，咁就可以帶住嗰啲客人去參觀一下其他樓層。喺圖書館已經好多智能機械人，同埋可以學多啲知識，可以幫我哋借書，喺學校又可以讀書，可以讀啲英文書出嚟，大大提升我嘅英文能力。個智慧校園係我哋3年發展週期裏邊嘅一個項目啦。咁我哋都好希望咧，能夠用一啲人工智能嘅方法嚟到去打造呢一個校園。咁第一方面咧就係減省一啲人力資源嘅投放啦。咁第二方面咧都好想善用嗰個物聯網啦、IoT 啦，或者一啲智能科技咧，俾學生喺 STEM 教育上邊咧有更深嘅學習。對於小朋友嘅學習咧，就係知道未來有啲工種係可以俾機械人取代嘅，咁所以有啲咩取代唔到呢？咁可能你創造性嘅工種呢，一啲育人嘅工作未能夠取代到嘅，咁所以對於佢將來嗰個生涯規劃上邊呢，可能又多咗少少思考嘅位同埋教育嘅位咁樣咯。所以我哋早幾年都設計咗成個資訊素養嘅框架啦，咁我哋係每一個年級裏邊咧都滲入一啲嘅教學元素，咁希望培養學生嗰個嘅知識素養啦。咁當然睇一本書嗰個吸引力真係唔及得睇 iPad 2分鐘嘅短片，即係但係有陣時我哋又會覺得應該要去攞一個平衡咯。即係如果真係2-3分鐘嘅短片可以達到俾你嘅信息，俾小朋友嘅信息係勝過一本書嘅話，咁都係一個好嘅學習渠道嚟嘅，即係能夠讓學生可以散時咁樣咧去攞到一啲最好嘅資訊。咁反而我覺得我哋要善用佢嘅優勝嘅地方，然之後咧教育佢點樣杜絕一啲唔好嘅地方。呢個世代係數碼世代，我哋唔用佢咧，其實係學生蝕底。係咪啊？反而我哋要教學生呢個正確嘅使用態度，咁同埋要同學生咧自己訂立一啲嘅規則。咁即係譬如你要做完啲乜嘢嘢，咁甚至乎呢啲規則最好咧就有學生自發去講出嚟，咁就冇得抵賴啦嘛。咁永遠學校我哋留翻最後一個後盾，就係你真係唔得嘅時候寄存喺學校，呢個都可以有個解決方法。今日譬如小朋友其實好幸福嘅，咁因為有咗 iPad 之後咧，其實裏邊有好多嘅將抽象概念立體化嘅應用程式啦。即係我哋以前嘅學習咧，就係可能出嚟 present 一早 present，其餘嗰啲就坐咗喺度。其實我哋大班啦，我哋32人一班，咁咧分通常4人小組嘅。咁如果4人小組嘅時候咧，我一個課堂裏邊冇可能咧請8組咧全部出嚟 present 嘅。咁但係反而咧做咗4人小組之後，大家有啲嘅溝通，有啲嘅協作，最後錄晒喺部 iPad 裏邊，跟住咧就可以上載去一啲雲端裏邊咧。咁老師又可以聽晒，今日老師可以揀啲精警嘅咧，就去播俾全部嘅同學聽。咁變咗嗰個學習咧，就係第一學生係親身嘅。第二，佢又可以咧透過人哋嘅彙報咧，去吸收一啲精華，跟住咧去改善自己下一次嘅學習。今年開始咗咧，就一個新嘅時間表，上午正規課堂，咁去到下晝咧，我哋就全部星期1至到星期5咧有一啲另類嘅學習。咁不育及公民教育嘅，咁我哋會有週會，會有成長課，啲會歷奇啦、小組討論啦等等。咁希望學生咧，即係喺自我概念上邊啦、價值觀教育上邊咧，能夠得到一個均衡嘅發展嘅。我哋有一個叫學海深度遊嘅活動，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跨學科嘅學習嚟嘅，裏邊可能有啲嘅戶外學習啦、活動嘅比賽啦、啲創意嘅元素啦。星期3我哋會提早放學，星期4咧我哋下晝嗰個活動咧就係拔尖保底嘅，咁我哋叫做多元智能發展。星期5咧我哋有一個叫 Play Time， 咁我哋一年咧就分4期，每一期大概係5至6節度啦。學生咧可以自己自選活動嘅，我哋家長都話都好開心咧，就係佢哋唔使點俾錢，但係享受緊直資學校有嘅資源。